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学法》，我是明华，今天要带大家漫游台三线，而且呢，到台三线上一定要来赏油桐花。油桐花真的很美哦，尤其飘落下来的花瓣，真的很像5月雪。而顺着这个步道，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呢？带你一起去看看喽。每年春夏交替的时节，尤其是台三线上。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一带的客家庄，在4、5月份都可以看到满山满樱的油桐花。在台三线上赏花呢，真的很不错哦。那今天要教大家的单字就是跟花有关，油桐花就是油桐花，油桐花，油桐花。满山满樱的油桐花真的懂讲，雪白的花瓣飘落，就好像5月雪一样。而客家桐花季就像一场热闹的嘉年华，让游客可以尽情欣赏油桐花给讲。还不错，其实他们刚刚走了步道，觉得非常美，对不对？对，从步道上面下来的时候，可以看到非常多飘落的油桐花，就像真的就跟5月雪形容的，真的很棒。那你是不是也很有感觉呢？日本有樱花，台湾有油桐花，对，非常的漂亮。讲得真好。油桐花虽然很漂亮，但是步道真的有点陡，走得有点辛苦。那大家呢有空呢就可以来赏赏花喽，因为呢真的可以看到呢台三线上有非常多的美景哦。满山的油桐花可以多些拍，而游客拿起相机拍照，脸上的笑容跟花朵一样美丽绽放。而油桐花给后所采，每年总是吸引大批民众上山赏花赏景，一起感受客庄之美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到了4、5月就是油桐花花开的季节了，也就是我们说的5月雪了。你们都有欣赏到油桐花之美了吗？我们今天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，刚刚第一个词就是油桐花，油桐花，油桐花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满坑满谷，满山满樱，满山满樱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满山的油桐花开得雪白，滿山嘅油桐花開到雪拍，滿山嘅油桐花開到雪拍。你们也喜欢油桐花吗？记得去欣赏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